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无照驾驶拒绝临检，绕跑线弄到壁，4个人受伤。这件车祸是发生伫新北市的北里，这个驾驶无驾照，拄到警方拿检，心虚，吹油逃走，结果家己去弄壁。 警方追赶到地，马上帮忙救人。加在车顶4个人拢敢若受到轻伤。讲每一年的暑假，无照驾驶的车祸拢会来增加。敢若是新北市今年1月到5月，就处第5000多件无照驾驶的案件。白烧轿车无开大灯，沿路一直冲，后壁对一台警察车，唔敢足伤，我就惊讲驾驶会紧张，出代志果然。 白色轿车失控弄到路边工厂的围墙啊，车头还了了，车顶有4个人拢掉咧，无法度出来，加在警方赶到现场。一个后座人被扛落车头安尼行，加在送医了，除了驾驶有较严重，其他人拢敢若轻伤尔。本日凌晨2点左右，警方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，行经观海大道时，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。该车见警方善前 难查，竟加速逃逸。虽然驾驶无啉酒，也过无驾照，拒绝临检，搁沿路一直弄红灯，危险驾驶，总共被开6张的交通违规罚单，违规总金额58100块，还有一条公共危险罪。